自家养生食堂竟在莫名其妙吃中饭，一份满2吃，一份辣椒咸菜肉。鱼肉枸杞，鱼骨头一锅汤。哎，这个菜哪会不海了？我吃次来年就是我家也带夸噻。烧菜不要洗节的呀，马上上菜不就不对了啊？那样是来的啊？你看我像不像呢？搿头还不弄脱个啥个来举三家？祖传配方。小戴姐，你的菜好了。手机讲人活了说到了，谁也趁家最得动个辰光，伢子下到你个辰光，米他得吃个辰光，想吃啥谁吃啥。等到你菜来不是忘了上浪，再像天山盖世，也没不难句来法水大大。金山个海头里向安排点再下去，不是大米吃碰的啊。我们的菜都好吃，都在这个水平。我们的油只用3亩的，我们的肉都是热气的，阿拉个五星呼哈通通活杀的，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带你孙子到这里来吃。呵呵，我是你个汉不不是你个娘。那么带上海亚硕一道来。哎呦，你到来他不一家头了发毛病。我是生不如死啊！我没得跳楼死脱。